2026年7月4日，美國250歲啦。紐約港上，來自多國嘅高桅帆船、現代軍艦、郵輪同戰機喺自由女神像前面穿過華盛頓國家廣場上面，總統演說、大規模安保同埋一場大約85萬發、持續約40分鐘嘅煙花，將成個夜空都照亮快。乍眼睇呢個就係一場超級國慶，但真正值得睇嘅唔係煙花有幾靚，而係煙花背後嗰個問題。50年後嘅美國仲能唔能夠將軍事力量、盟友網絡、建國神話同國內政治重新組裝成一個令世界相信嘅秩序？前方高能預警，今期影片全部都係唔帶濾鏡嘅大實話，強烈建議大家撳過嚟防走失線，深呼吸。我哋直接拆解呢場魔幻生死局。美國250週年唔係一場單純嘅生日派對，而係一場霸權壓力測試。因為同一日發生嘅事好有意思，一邊係紐約港嘅大場面，美國海軍年初公布嘅規劃入面，呢場活動包括60艘國際高桅帆船、20幾個國家、40多艘美國同盟國海軍艦艇、英國航母、瑪麗皇后2號 Queen Mary 以及100多架飛機。呢個唔係普通嘅熱鬧，呢個係海權劇場。另一邊，華盛頓嘅慶典又遇到高溫雷暴，煙霧疏散，總統演說亦都被批評帶有強烈嘅政治動員色彩，亦即係話美國喺同一日將兩張面孔都 show 晒出嚟，一張係超級大國嘅組織能力，另一張係超級大國嘅內部裂縫。我哋今日唔好做廉價嘅唱衰，亦都唔好做冇腦嘅蠢歌。美國冇因為機場抗議、機事延誤就衰落，但佢亦都冇因為機手軍艦、機10萬發煙花就自動回到黃金年代。真正關鍵嘅係美國嘅強大從來都唔係單一變量，佢唔係得航母，唔係得美元，唔係得直高，亦唔係得獨立宣言，佢係一套組合拳、軍力、金融科技、移民、盟友制度神話，再加埋一重將移機重新包裝成國家敘事嘅能力。今次250歲大慶就係將呢套組合拳全部擺晒上台面。點解美國每次遇到大慶都要返到1776年？因為嗰度係美國政治合法性嘅原點。獨立宣言最犀利嘅位唔係佢宣布13個殖民地同英國分手，而係佢將權利來源擺咗喺政府之外。佢話人嘅某啲權利唔係國王俾嘅，唔係議會想嘅，亦唔係行政命令批嘅，而係不可剝奪嘅。呢套語言太有力量嘛！佢另一個啱啱誕生嘅小國，可以將自己包裝成一個普遍原則嘅代表，而唔單止係北美東岸嘅一班殖民地反叛者。但大家仔細諗下，呢個亦都係美國最沉重嘅包袱，因為你一旦話人生而平等，世界就會問你咁奴隸制點算？原住民點算？移民點算？唔同政黨、唔同階層、唔同種族之間嘅撕裂點算？所以美國250年嘅歷史，其實唔係一句口號備完未執行嘅歷史，而係一句口號不斷逼住美國去修正自己嘅歷史。內戰係一次修正，民權運動係一次修正，移民浪潮係一次修正，今日嘅黨派衝突亦都係一次痛苦嘅修正。美國最勁嘅地方唔係佢冇矛盾，而係佢長期以嚟有能力將矛盾重新拉返入制度框架入面。呢個亦都係點解今年嘅慶典會咁敏感。當總統喺國家廣場上面將250週年講成，支持者會覺得呢個喺度重申美國精神，反對者就會覺得呢個係將原本應該屬於全體國民嘅生日變成某一派嘅舞台。同樣有報道睇，呢場活動確實同時包含到愛國儀式、軍事展示、氣候同安保壓力以及黨派化爭議。呢樣恰恰說明美國嘅國家神話依然好有動員力，但呢個神話嘅使用權依家正被激烈爭奪緊。要理解呢種爭奪，但要將時間拉長。美國250年唔係一條直線，而係一次又一次嘅壓力測試。第一關係獨立後嘅制度真空，仗就打贏咗，但各州自己顧自己，聯邦政府冇錢冇兵冇威信。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將呢班人重新困返入一間焗足嘅細縫入面，做出一部憲法，最後用三權分立同聯邦制叫一個松山聯盟硬生生砌成一個國家。第二關係內戰，1776年寫下人生而平等，但奴隸制一直好似一條刺咁結喺美國身體入面。1860年代呢條刺終於引爆，南北戰爭令美國付出幾10萬人死亡嘅代價。
先至將聯邦不能分裂同奴隸制不能繼續寫入現實。第三關係大蕭條同世界大戰。1929年之後，銀行執笠，失業蔓延，美國差啲對資本主義制度失去信心。但羅斯福新政同二戰動員，將美國變成工業、金融同軍事嘅全球中心。第四關係冷戰同科技浪潮，美國同蘇聯鬥核武、鬥制度、鬥盟友，亦都鬥登月、半導體同互聯網。冷戰結束後，美國又靠矽谷同美元，將自己嘅影響力從軍事基地延伸到每一部電腦、每一部手機、每一次線上支付。呢死前壓力測試話，俾我哋知一件事：美國真正嘅能力唔係永遠唔出錯，而係出咗大錯之後，依然能夠將制度、資本技術同敘事重新組裝。呢個亦都係點解今日嘅250週年唔可以淨係當做一場懷舊。佢其實喺度問緊，當美國遇到新嘅壓力測試，亦即係黨派撕裂、債務壓力、AI 競爭、中國崛起、盟友疲勞同全球南方唔再照單全收嘅時候，佢仲能唔能夠好似過去咁，將耳機重新變成國家動能？接着落嚟睇下成本。大國展示從來都唔係免費嘅。第一日同新澤西講嘅 SEL4TH250 官方引用嘅城市經濟分析預估，可以帶嚟28.5億美元經濟活動，吸引大約800萬觀眾。呢個係城市品牌、旅遊經濟、港口形象同國家軟實力嘅生意。你將多國帆船、海軍艦頭、自由女神像同 NBC 直播擺埋一齊，佢就唔單止係慶典，而係一次全球廣告。廣告詞得一句：美國依然係世界海上秩序嘅中心舞台。同華盛頓嗰一邊又係另一張單，超大規模煙花要錢，安保要錢，交通管制要錢，極端高溫同雷暴帶嚟嘅應急處置亦都要錢。煙花過後，仲有媒體報道空氣品質警報同公共健康擔憂。呢個唔係話美國唔可以慶祝，而係話霸權越到後期，任何大場面都唔單止係大場面，佢會即刻變成公共治理問題、財政問題、環境問題同政治問題。以前帝國展示力量，你要將艦隊使出去就得。今日帝國展示力量，仲要同時回答邊個俾錢、邊個受惠、邊個承受污染、邊個被排除喺敘事之外。所以美國250週年嘅宏觀含義，唔係美國俾錢放煙花咁簡單，佢更似一張資產負債表。資產端係乜？世界最強嘅海軍，全球最深嘅資本市場，最有吸引力嘅大學同科技公司，依然龐大嘅盟友網絡，仲有獨立宣言呢套足以跨越250年嘅政治語言。負債端又係乜？高度黨派化、公共債務壓力、社會撕裂、基礎設施老化，仲有越嚟越高嘅治理成本。呢張表唔係破產表，亦唔係完美表，佢係一個超級大國進入成熟期之後必須面對嘅真實表。仲有一個視覺好重要，就係其他人點睇。對歐洲同日本呢啲傳統盟友嚟講，美國250週年當然係共同價值嘅慶典，但佢哋心入面亦都會計數，下一任美國政府會唔會繼續安全承諾？北約軍費點樣分？對俄羅斯、對中國、對中東，華盛頓會唔會有突然轉向？對全球南方嚟講，美國嘅自由最是依然有吸引力，但佢唔再好似冷戰後咁可以天然壓倒所有移民。好多國家會一邊參加慶典，一邊要求更多自主空間。呢個就係今日嘅國際現實。美國依然係中心，但中心唔再等於所有人自動排隊。再睇國際秩序，紐約港今次點解重要？因為船係識講嘢嘅。高桅帆船代表歷史，現代軍艦代表硬實力，盟友艦隊代表關係網，自由女神像代表美國敘事。當呢啲符號同時出現，佢傳遞嘅唔係一句生日快樂，而係我依然可以將世界叫嚟我嘅港口。呢種能力唔係個個國家都有，好多國家可以放煙花，亦可以搞閱兵，但能夠令多國船隊、盟國海軍、全球媒體同世界觀眾共同參與一個國家嘅生日，呢背後係長期積累落嚟嘅秩序資本。其中最值得講嘅一隻船係美國海岸防衛隊嘅 Eagle， 佢今日被叫做 America's Tall Ship， 但佢最早唔係美國船，佢1936年喺德國漢堡建造，原名 Horst Wessel， 係納粹德國嘅訓練船。二戰結束後，佢作為戰爭賠償交俾美國，重新服役為海岸防衛隊訓練船，
長年停靠喺康涅狄格州新倫敦未睇下。呢個故事非常美國，佢唔係簡單咁話美國永遠正義，而係話美國好擅長將戰爭戰利品、敵人符號、移民故事同自由敘事重新加工成自己嘅國家符號。呢種敘事加工能力本身就係軟實力，但盟友到場唔等於盟友永遠無條件服從。呢一點要講清楚。今日好多國家願意將船駛入紐約港，代表美國依然有吸引力，依然係安全網、金融網、科技網同外交網嘅中心。但未來如果美國要求盟友增加軍費，配合制裁承擔供應鏈重組成本，盟友會唔會照單全收？唔一定。盟友關係唔係教堂婚禮，佢更似長期合夥，大家可以一齊舉杯祝壽，但到咗急錢埋單嘅時候，每個人都會重新計算自己嘅利益。對中國同俄羅斯呢類戰略競爭對手嚟講，呢場慶典嘅唔係普通新聞，佢哋會睇到兩件事。第一，美國依然有好強嘅全球號召能力，呢個唔係靠一場演講臨時扮出嚟嘅，而係幾十年盟友體系同海上秩序積累出嚟嘅。第二，美國國內嘅政治裂縫亦都係真實嘅，對手會判斷，如果美國每一次外交承諾都可能被國內選舉重新推翻，咁美國秩序嘅可信度就會被消耗。換句話講，呢場生日慶典同時喺度幫盟友打氣，亦都喺度被對手度數讀秒。所以美國接落嚟有三重可能。第一重係樂觀版本，佢哋用250週年重新凝聚國民認同，靠技術創新、制度修復、軍事優勢同移民吸引力，完成又一次自我更新。呢個唔係冇可能，因為美國歷史上多次從危機中反彈。第二，仲係悲觀版本，國家神話被動派消耗，所有兩邊都只承認對自己有利嗰一半美國，最後對內領導力被國內內耗拖慢。第三重，亦都係我認為最現實嘅版本，美國依然強，但佢嘅強會變得更貴、更嘈、更需要管理裂縫。佢唔會輕易倒下，但佢每一次凝聚共識都會比過去更費力。氣候，俾個冷結論，美國250歲真正嘅考題唔係能唔能夠放最大嘅煙花，亦唔係能唔能夠令軍艦排滿紐約港，呢啲佢都做得到。真正嘅考題係煙花散盡之後，美國仲能唔能夠令本國人相信呢個制度值得修補，令盟友相信呢套秩序值得跟，令對手相信挑戰佢嘅成本依然好高，令世界相信美國代表嘅唔係一場壞嘅表演，而係一場依然有未來咁嘅政治文明。所以判斷美國唔好淨係睇佢今日鬧得有幾勁，亦唔好淨係睇佢今日場面搞得有幾大，真正要睇嘅係佢能唔能夠將炒嘅妥協、修補同再動員繼續變成制度嘅一部分。呢個先係250週年真正值得追問嘅核心所在。從呢個角度睇美國250週年最有意思嘅地方，恰恰唔係佢有幾完美，而係佢將所有矛盾都擺喺同一個夜晚。自由女神像、盟友艦隊、納粹舊船改造出嚟嘅美國旗艦、超大煙花、總統演說、高溫雷暴、政治爭議、空氣警報，呢啲嘢拼埋一齊，先係真實嘅美國。唔係神話入面冇裂縫嘅美國，亦唔係唱衰入面馬上崩塌嘅美國，而係一個巨大矛盾、昂貴嘈吵，但依然有能力將世界目光拉返去自己身上嘅美國。以上就係今期影片嘅全部內容，撳個關注啦！喺呢個謊言同利益交織嘅時代，帶你用最清醒嘅頭腦睇懂大國博弈嘅殘酷真相。我哋下期繼續拆解。